500萬網大火拼剪壓過億院線片，安志傑憑實力封神，狠狠打臉剪爛片。最近電影圈真係炸晒鍋，一套成本先至500萬嘅網絡電影《火拼》一上線就殺到攻晒，直頭衝上熱度榜首，像班投資過億嘅院線大片，踩喺地下大力摩擦，絕對係年度最大黑馬。睇完嘅網民全部都話呢啲先叫動作片，唔玩虛嘅，全程熱血到癲。邊個諗到而家嘅網大竟然可以咁勁？以前講起網大，大家第一反應就係低成本、粗製濫造，淨係靠獵奇劇情呃人，同院線大片根本唔係同一個層次。但火拼直接打破偏見，用500萬成本拍出過億大片嘅質感，狠狠打晒班剪製作方嘅面。重點係套夫係貨真價實嘅港式硬核警匪片，陣容勁到爆，安志傑、方中信、呂良偉三位硬漢鬥夫，再加張繼聰、陳家樂等一班港片熟臉客串，淨係陣容已經夠晒期待，即刻返去香港警匪片黃金年代。同啲劇情拖拖拉拉、全程注水嘅爛片唔同，火拼全程冇廢話，冇多餘支線，主線就係警方追查連環劫案，同悍匪正面硬撼，節奏快到飛起，幾分鐘就一個高潮位，連快進嘅機會都唔俾你。故事一開頭就直擊主題，金店突然遇劫，劫匪手腳乾淨，搶完就走，睇似普通劫案，其實係試探警方反應。之後安志傑、張繼聰飾演嘅阮家兄弟越來越囂張，隨口就公開搶劫，仲主動報警挑機方中信飾演嘅衝鋒隊組長，一場正面硬剛，氣氛即刻推到頂。當然啦，套夫最吸粉、最勁爆嘅，一定係拳拳到肉嘅動作戲，呢個亦都係佢可以逆襲嘅關鍵。而家好多動作片淨係靠五毛特效同花里花碌慢鏡頭，打呼軟綿綿，睇住都尷尬。但火拼唔同，全程實景拍攝，動作真打，半點水分都冇。劇組真係至得使剪，實景爆破，20部車鬧市拍高難度動作戲，商場爆炸場口還原真實衝擊感，代入感直線爆燈。夫入面6場動作戲各有特色，大廈內戰、鬧市槍戰，最後肉搏，每一場都刺激到腎上腺素飆升，完全還原當年香港動作片嗰種狠勁。更令人佩服嘅係演員專業，62歲嘅方中信竟然唔用替身，親身上陣跳天橋呢啲危險動作，一把年紀仲咁搏，比起而家好多流量明星敬業100倍。安志傑更加由頭打到尾，身手乾淨，爆發力超強，每一拳都係真，睇住已經夠晒癮，完美詮釋乜嘢叫硬漢。除咗動作夠硬，演技亦都全程在線，冇一個拖後腿。方中信演嘅衝鋒隊組長，沉穩正氣，心底住唔為人知嘅創傷，眼神全部都係敷。呂良偉飾演嘅反派大佬，一出場就壓場，陰險奸詐，氣場直接碾壓全場。最驚艷嘅始終係安志傑，今次佢徹底甩開網大一哥標籤，轉型做悍匪，狠辣之餘帶住悲情，表面係殺人不眨眼嘅亡命之徒，內心重情重義，呢種反差被佢演到淋漓盡致。尤其最後殘腿血戰場口，唔使一句對白，淨係靠眼神同動作，就將角色嘅絕望同狠勁演到入晒心。配角亦都好搶鏡，張繼聰一改搞笑形象，演嘅悍匪大佬冷靜癲狂，夠晒狠。陳家樂演嘅年輕警員，熱血又衝動，好真實。一班港片熟臉客串，唔單止滿足情懷，更加令成套膚質感再升級，完全唔似500萬小製作。講到安志傑，今次火拼爆功，絕對係佢逆襲封神一仗，背後故事真係好勵志。早年安志傑明明身手了得，演技紮實，但一直淨係喺新警察故事、男兒本色做配角，做人家嘅綠葉，就算表現再亮眼，都冇太多人留意。嗰陣香港動作片衰落，流量明星擋道，安志傑硬漢路線唔受歡迎，事業一度陷入低潮。但佢冇放棄，轉戰網大市場，由盲戰到黑白潛行，一套比一套用心，每一步都搏到盡，憑住真功夫同演技，硬生生坐穩網大一哥位置。今次火拼爆功，徹底證明安志傑嘅實力，真正有料嘅演員，無論邊個平台演咩角色，
都一定會發光，一定會被觀眾睇到。比起班靠流量、靠炒作嘅明星，安志傑呢種默默耕耘嘅演員，先至值得更多人認同。其實火拼逆襲唔單止係安志傑勝利，更加係俾成個浮躁嘅電影市場狠狠上一課，直接打臉班展爛片製作方。而家好多院線大片，動輒投資過億、10幾億，剪全部使喺流量明星同宣發上，劇情求其，動作垃圾，故事亂作，擋觀眾係韭菜咁割。反觀火拼，500萬成本，連好多院線大片宣發費嘅零頭都唔夠，但唔玩虛嘅，每一分錢都使換刀刃上，紮實劇本，真打動作，用心製作，冇流量明星，冇瘋狂宣傳，淨係靠作品質素，吸粉無數。數據唔會講大話，火拼上線2個鐘就奪平台熱播榜第一，好快登頂全網熱度榜首，播放量同好評一路狂升，遠超同期好多過億院線大片。網民評價出奇一致，全部都話過癮，良心比起億大片仲好睇。呢個就係觀眾對用心電影最好嘅回應。可能有人會講，火拼本來想上院線，經先至轉網播，但講真，呢部真係行得極之正確。同期好多同類院線片票房暴蝕，火拼轉網播，唔單止避開競爭，更加憑住硬淨質素，贏得更多關注。呢個係對市場理性判斷，亦都係對自己作品有信心。講句真心說話，觀眾對住一塊鏡，邊個用心做戲，邊個淨係想剪，大家睇得好清楚。班求其了事，靠流量炒作嘅大片，就算宣傳再猛，最終都會被觀眾放低。但好似火拼咁滿心誠意、用心打磨嘅作品，就算冇天價投資，就算係網大，一樣可以突圍而出，成為爆款。業內人士表示，火拼爆功，有望帶動電影圈反思，令更多製作方返回創作本身，拋開浮躁，專心搞好劇本、製作同演技，而唔係盲目追求大投資同流量。對網大來講，火拼成功打破低成本等於低質素標籤，證明網大都可以有院線級質感，為網大高質發展打強心針。對港式警匪片來講，火拼守住經典精髓，又有適度創新，喚醒觀眾情懷，成為港式警匪片復興嘅一大信號。當然，我哋都要清醒，火拼並非完美，作為小成本網大，敘事上仲有進步空間，太快節奏亦都壓縮咗人物細緻度，部分配角膚份較少。但不可否認，兔夫傳達嘅態度、展現嘅誠意，比起佢嘅缺點更加重要。佢用500萬證明小成本唔可怕，唔用心先至最可怕。冇天價投資唔可怕，冇誠意先至最可怕。喺呢個流量黨度，人人浮躁嘅電影市場，火拼就好似一股清泉，憑住硬淨質素、滿滿誠意，贏得觀眾喜愛同尊重，亦都俾迷茫嘅電影業指明方向。佢嘅逆襲唔單止係一套夫嘅成功，更加係對成個行業嘅警示。電影本質係藝術，係傳達情感、講故事嘅媒介，只有守住初心，專注品質，真心對待觀眾，先至可以長久，先至可以推動華語電影健康發展。相信火拼爆功會帶動更多製作方返回創作本身，亦都會有更多好似安志傑咁嘅實力派演員憑努力被看見。將來我哋期待見到更多好似火拼咁嘅優質作品，無論投資大小，平台邊個都可以用誠意打動觀眾，用質素贏得市場，等華語電影擺脫浮躁，重返正軌，發放更耀眼嘅光芒。